大家好，我係盧穎。以色列同伊朗衝突升溫，國際油價飆升。本港多家航空公司於3月起上調燃油附加費。由3月中開始，本港主要航空公司陸續加價。國泰航空長途線燃油附加費由569港元加到1164港元，加幅高達104%。香港航空短途線如日本、韓國、泰國等附加費就加到212港元。咁我英國翻嚟嘅，咁我翻嚟就係主要想探我啲 friends 同埋 family 啦。咁但係睇一睇 economy 都要成萬蚊啦，咁係貴過之前好多。咁我諗係因為中東打仗，所以 anyway， 所以我都係下次等平啲先翻嚟咯。是次機票價格上調嘅主要原因係航線繞道同油價飆升。為咗避開伊朗同以色列周邊危險空域，來往歐洲航班需要改行比較遠嘅航路，飛行時間延長，耗油量隨之增加。另外，中東戰事刺激國際油價攀升，航空燃油成本上揚，航空公司按機制上調燃油附加費。你話明顯嘅轉變嘅話，就係最近多咗行 check-in 短途機咯，例如日本、韓國、泰國呢啲地方。短途機嗰啲登機閘口呢，嗰條隊會多過長途機。假如戰事持續，燃油價格同繞道情況依舊，暑假旺季機票價格好大機會繼續維持高水平。因應中東戰事衝突，航空公司將營運成本轉嫁到燃油附加費，長途機票價格於短期內將維持較高水平。與此同時，部分旅客亦轉向於其他亞洲短途航點，呢個反映出市場需求嘅結構性調整。未來機票價格嘅走勢將取決於中東局勢同埋國際油價嘅後續發展。城市電視記者盧穎報導。